承蒙咁多位觀眾嘅支持啦，我 YouTube 頻道咧邁向咧3萬訂閱。今年咧希望咧個難度高啲，可以去到4萬至到5萬。咁啊，多謝咧一直以嚟咧咁多位觀眾嘅支持，特別咧就係加入咗會員頻道嘅觀眾啦。今日咧好彩啊，又收到咧一位業主啦、觀眾嘅朋友啦邀請過嚟咧拍攝佢一間咧好有特色裝修咧，同埋係一個咧不可複製嘅地段一個豪宅俾大家參觀，就係咧位於一個咧北角半山嘅賽西湖大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有我 Hugo。今日過到嚟咧北角半山參觀個賽西湖大廈。其實過去咧呢10幾20年啦，我都有幾個客咧過到嚟咧睇呢邊啲二手屋苑啦。不過講真咧，當中有一座咧，其實咧不嬲嘅二手放盤都好少，就係今日咧我哋參觀一個8座嘅樓王。講緊咧南北通透啦，我哋背靠呢一個天然嘅氧氣巴，成個翠綠山巒咧都望到晒。正對咧就係近呢幾年好興咧講緊北水，正對呢個維港海景。今日參觀呢個單位實用面積1090尺。首先過到嚟咧就係一個飯廳位置，放咗一個咧可以容納6至8人嘅一個飯台。後邊咧就係呢個向南嘅山景。本身業主咧已經換晒呢啲觀景窗，所以成個感覺非常之好。平時開晒窗咧就可以聞到咧最清新嘅空氣。而且我哋8座樓王咧正對咧就下邊呢個咧會所泳池景啊，同埋網球場景。成日話港島啲樓點解咁值錢呢？因為你好難喺市區咧揾到咁大型嘅地皮咧，起到一個咧咁大型嘅屋苑㗎啦。今次單位業主咧，其實本身咧佢係攞嚟咧做一個咧叫做 second house 嘅用途啦，所以呢間屋咧原本係一個3房1套嘅間隔，現時咧佢係改咗做1個房啦，同埋後邊有一個咧 function room。你見到咧過到嚟呢個客廳位置啦，其實成間屋嗰個通咧都係走呢個北歐啊木系嘅顏色。你好少見咧香港嘅住宅啦，佢所有嘅牆身咧都做晒木皮啊，連個天花板咧都做咗啲木皮。其實我第一眼入到嚟嘅感覺咧，就好似咧呢10幾20年咧好流行嗰啲星野酒店咁，因為成個感覺非常之舒服。你入到嚟室內咧，冇估到咧自己置身喺一個咧叫做差唔多成40幾50年嘅屋苑裏邊。過到嚟客廳呢個位置啦，由於業主咧本身都係做一個 second house 啦，你見到咧佢話唔會好似咧時下咧好多大宅咁啊，特登咧區分一個客飯廳，反而呢度咧做咗一個咧叫休閒啊嘅地方，佢擺咗好多 designer chair 啊，做咗啲掛畫，令到成個通咧入到嚟成間屋咧真係好休閒，好有度假嘅感覺。正對出去咧，你見到佢已經做咗一個玻璃圍欄嘅露台，可以享受到咧咁震撼嘅維港海景。值得一講咧，就係今日我哋咧朝早咧9點幾起身嘅時候過到嚟咧，本來係傾盆大雨嘅，但係真係天公造美咧，過到嚟啱啱好咧，可以望到一個雨後啦咁靚嘅維港海景。正對咧就係呢個啟德巨蛋啊體育園啦，下邊咧前臨咧就係一個賽西湖公園。我哋真係咧叫有綠色啊，有海景喺度住咧，真係咧成個感覺啊，空氣咧都非常舒服嘅。比鄰飯廳咧就係廚房嘅位置，見到咧設計師之前咧都好用心思，佢將呢度咧就唔會咧做一個開放式廚房，可以隔住咧油煙，但係做咗玻璃門咧，增加個通透感同埋採光度。而且廚房咧呢個窗仔咧都會望到咧咁靚嘅維港海景，兩邊嘅櫥櫃啊收納空間已經做好晒㗎啦。再轉入去咧就係工人姐姐嘅天地啊，有一個咧獨立嘅工人套房啦，同埋一個晾衣區。
參觀完客飯廳入到嚟咧，就係原本咧3個房空間。不過片頭咁講啦，呢個業主咧買嚟都係一個 second house 嘅用途啊，所以佢嘅改動比較大。但係咧可以睇到佢細心啲裝修位咧，其實如果自己啱用咧，呢個裝修真係所費不菲嘅。你見到佢所有燈掣啊，同埋入場嗰啲喇叭咧做好晒。如果你作為一個 second house 係用嚟招呼朋友咧，就真係非常之正啦。原本咧呢個睡房咧咁啊打通咗啦，呢度做咗一個會客廳啊，或者一個 function room，平時可以成班人咧喺度唱下 K 啊，喺度睇電影，而且咧佢呢個位咧都做晒咧呢個觀景窗啊，我哋可以望住咁靚嘅海景啦，喺度同朋友飲下 whisky 啊，唱下 K。相信睇到中段啦，呢個影片嘅觀眾朋友咧，實會留言話：哇，3個房改到一房，自己買翻嚟好似都幾大改動喎。不過又咁講啦，其實我哋成日 sell 啲咧豪宅都係話買一個不可複製嘅地段啊嘛。一棟樓你銀行估價，其實佢都唔會睇你間隔，主要咧係睇個地皮嘅價值同埋佢嘅景觀。呢啲咧係你買都買唔到翻嚟嘅，因為室內嘅間隔咧自己中意點改都改到。譬如今日我哋參觀個8座樓王啦，過去賽西湖咧基本上放盤啊成交都比較少。而且咧，佢本身咧，賽西湖大廈啦，佢有一個基座啦，海拔150米，一個天然啦、地靈人傑嘅地段啊，成個感覺咧，我哋上到山咧，非常之舒服。如果你係為校網嘅話咧，呢度附近亦都好多咧出名學校啦，包括張竹山啦，或者個漢基國際學校，你揸車咧都係近在咫尺。而且咧，我哋望到咧呢個咁震撼嘅維港海景咧，真係咧成個價錢都值翻喺度。依間屋咧，成個風格咧都好統一，就有一啲簡約啊木系嘅感覺，做咗啲木皮咧包晒啲牆身。另外咧，所有門咧都做咗咧隱形門啊，包括啲用料啦，呢啲靜音門架推入去咧就有一個 powder room 嘅位置，而佢所有嘅嗰啲咧水電咧基本上咧已經全部搞過晒㗎啦。另外呢對隱形門推入嚟咧，就係另一個洗手間啦。呢個咧本身就有個浴缸啊，同埋咧業主咧將佢咧擴大咗，成個空間感咧非常之寬敞，都做咗一個免治馬桶喺度。現時成間屋咧改動因為比較大，只剩翻一間咧向南啦山景嘅睡房。喺呢對門入去之後咧，就係佢唯一嘅睡房嘅位置。咁呢度咧可以做咗3邊落床啦。另外咧，佢真係咧成間屋咧好多隱藏嘅機關。我哋咧主景望翻咧飯廳嗰個綠色景啊、山景同埋一個泳池景。另外呢個房再轉入去咧，仲有一個好大型嘅儲物空間。如果你作為一個咧 second house 用咧，其實呢間屋咧真係咧好似一個私人會所一樣，成個風格咧又舒服。基本上你唔需要咧再花任何費用咧再裝修噶啦。今日參觀嘅單位現時嘅售價咧就會包括1個車位，但係其實業主咧本身同屋苑咧都有幾個車位，如果有需要咧再多2個咧可以再另外商議。如果有興趣參觀嘅單位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影片途中咧已經有 WhatsApp 同埋微信嘅 QR code。最後多謝各位咧一直以嚟嘅支持，希望繼續咧可以支持我 YouTube Channel CLSS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